嚟到以下呢條題目咧，就想將 XKG 嘅 X 牌子嘅米同埋 YKG 呢個 Y 牌子嘅米咧就撈埋一齊，咁然之後撈埋出嚟嗰袋米咧就係每一 kg 就係30蚊，就想叫你計翻呢個 X 比 Y 會係幾多，咁所以喺呢度咧我亦都 mark 翻低啦，亦即係話我哋想計緊 X 比 Y。咁你亦都畫翻啲公仔先啦，咁亦即係話我哋而家有個 mixture 喺度，咁就有 X、Y 兩個牌子。咁對於 X 牌子嚟講咧，就係每一 kg 28蚊；對於 Y 牌子咧，就係每一 kg 36蚊。咁而當中而家 X 牌子咧就會有 XKG 咁多 ，Y 牌子咧就會有 YKG 咁多㗎。題目亦都講過呢個 mixture 咧，佢就會係每一 kg 就會係30蚊嘅 cost。咁喺呢條題目咧，就喺正式講解個 solution 之前，都想同我思考一下。其實咧就有兩個答案就必定唔會揀嘅。咁我用右手邊呢個 thinking corner 去講解啦。就即係話，如果我今次 XY 牌子各攞1 kg 咁多米去撈埋一齊，咁你就先睇翻喺以下呢個情況，佢嗰個 cost of mixture 係幾多？咁就總價值咧，就會係28乘1再加36乘1啦，因為各自各就攞咗1 kg 出嚟。咁然之後，由於我總共咧就係2 kg 啊，咁所以我就除翻2嘅時候，亦即係話，如果我哋將呢度1 kg X 同埋1 kg Y 嘅米撈埋出嚟嘅話咧，咁嗰個 cost of mixture 就即係話每1 kg 咧就會係32蚊。所以我哋會見得到咧，如果同樣重量嘅米撈埋咗一齊出嚟嘅時候，咁個價值就會係1 kg 32蚊。而今次呢一條題目咧就係1 kg 咧就30蚊，即係平咗嘅喎。咁所以亦即係話佢撈咗一啲平嘅米係多啲啦。咁而家 X 牌子嘅米咧係平啲噶嘛，咁就變相我知道嗰個 ratio 嚟講咧 ，X 咧個數值就一定係大過 Y 嘅。咁而家 X 比 Y 就有以下呢4個 option， 咁所以亦都等同學用大約10秒時間去諗一諗，到底邊兩個答案係必定唔會揀嘅咧？咁由於 X 嘅數值就一定要大過 Y 啦，咁所以同學就一定唔會揀 A， 亦都唔會揀 C 啊。好啦，咁喺呢度咧，亦都講解翻個正確嘅 solution 啦，亦即係話，如果我哋而家各有 X、Y 咁多 kg 嘅話，咁所以嗰袋 mixture 嘅總價值咧就會係28X， 然之後就再加翻呢個36Y。咁但係咧，而家呢袋米咧就總共就係 X 加 Y 咁多 kg， 咁所以我就再 over 翻呢個 X 加 Y 咧，呢一個份數代表緊嘅就係以下呢個 mixture。每1 kg 咧，其實就會係30蚊。咁所以我哋就做翻個 transposing terms 啦。咁我哋28X 再加36Y 咧，就會等同於呢個30再乘呢個 X 加 Y， 記得要有括號啊。咁所以我哋右手邊就拆翻括號，咁左手邊就不變啦。右邊咧就會係30X 再加翻呢個30Y。咁所以喺呢一度咧做翻個 transposing term 啦。咁我哋左手邊咧就會係6Y。右手邊咧就會係2x， 咁我哋 simplify 咗佢咧就會得知道 3y 就會等同於 x， 寫翻作為一個份數嘅 format， 咁我哋 x over 3咧就會等同於呢個 y over 1，變相就會得知道 x 比 y 就會係等同於呢個3比1，咁因此呢條答案咧就自然會等同於 B 啊。咁同樣地啦，由於呢一條係一條 MC 啊，咁所以最重要就係揾到個答案就得啦。咁所以個重點咧就係只要同學寫得到以下呢個關係咧，其實就可以利用部計數機去揾翻呢個 X 比 Y 為幾多啊。咁呢度咧同學亦都可以留意翻部計數機。咁而家咧 X 比 Y 咧就只有3比1或者呢個9比7呢兩個 option 啦，甚或如果同學本身都刪除唔到呢兩個 option 嘅話咧，我亦都會示範俾同學睇嘅。咁假設如果係 option A 嘅話，咁我先將 X 咧就代做1，Y 就代做3，咁所以我哋就將1就代做 X 啦，3就代做 Y。咁你就睇翻啦，到底呢一條式符唔符合得到咧？咁所以我哋就會有28X。再加36Y， 然之後咧就再除翻呢個 X 加 Y。咁你撳咗出嚟嘅時候咧，你會發覺其實佢就唔等於30嘅。
咁既然唔等於30，咁所以 Option A 咧就為錯誤啦。好啦，咁之後咧我哋亦都睇埋啦，如果我將3就儲存去 x 以及1，我就儲存去 y， 咁所以我揾翻以下呢條式，一撳咗出嚟就係30。咁所以咧我哋就會見得到，其實3:1咧就係符合得到題目所講嘅要求，咁所以個答案咧就會係呢個 B 噶。好啦，咁如果同學擔心的話咧，我亦都示範埋剩低呢兩個 option 啦。如果我今次將7我儲存去 x， 9我儲存去 y 當中，咁你揾翻以下呢個 expression 咧，你會見得到同樣地佢唔等於30。最尾呢個 option D 9我就儲存去 x， 7我就儲存去 y， 咁所以撳翻出嚟咧，你會見得到都唔等於30，咁就只有3:1，亦即係 option B 呢一個選項咧，先至可以令到左手邊呢個 expression 同右手邊呢個 expression 咧就會係一致啊。咁因此利用部計數機咧都會得知到答案就係 B 啊。